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此藏历2149年水虎7年来临之际，本周西藏节目组全体工作人员向西藏境内外的藏人民众和支持西藏的朋友们献上新年的祝福，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安康、幸福圆满。罗萨这西德勒。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去一年中有关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各项弘法活动、西藏境内的局势，以及有关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的10大有关西藏的要闻。本期的要闻回顾有：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弘扬和平与希望的信息，世界各地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6岁华诞，多位境内藏人政治犯健康状况不佳，中国政府加强对境内藏人的任意逮捕及非法判刑，中共压制西藏宗教及拆毁佛像和学校，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继续呼吁中共当局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边巴次仁当选为藏人行政中央第3任司政。世界各国持续对西藏人权状况表达关切。司政边巴次仁评论中共建党100周年。美国任命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下面有请今天的2位主播分别为大家介绍过去1年中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要闻回顾。好的，在过去的1年中，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主持会议、研讨会和传授佛法，以及发出慰问和致函。尊者在这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继续积极传播爱与慈悲的信心，并向遭受疫情影响和各种自然灾害的人提供援助。自去年3月以来，达赖喇嘛尊者在超过24个不同的场合，就幸福与道德在危境中拥抱希望和勇气为主题，与全球公民进行了会谈和交流。尊者还在约18个不同的场合通过网络视讯向各国信众传授佛法课程。达赖喇嘛尊者通过向多国政府的领导人致函的方式，向当地自然发生灾害的受害者祈祷，并对尊者的挚友、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孟德·图图大主教，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之一，越南著名的和平活动家和反越战倡议者，以及现代正念运动的先驱释义行禅师，美国前资深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多尔，以及南非前总统费雷德里克等政要的逝世表示了哀悼。此外，2021年7月6日是达赖喇嘛尊者的86岁华诞。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7月份庆祝了达赖喇嘛尊者86岁华诞日。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于7月6日当天举行了官方庆典活动。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领袖也在当天通过视讯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了生日祝福，包括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奥·布林肯、台湾总统蔡英文、南非王子曼古苏图等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也相继向达赖喇嘛尊者致以生日的问候。与此同时，居住在日本、比利时、蒙古、法国、立陶宛、坎贝拉、华盛顿特区、台湾、伦敦和印度各邦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也已举办慰丧和佛事活动等，庆祝了达赖喇嘛尊者86岁华诞日。随后，达赖喇嘛尊者感谢世界各国的信众和友人发来的祝贺，呼吁人们坚守非暴力的慈悲心的理念，并再次重申将注释110岁。接下来，请卓妈为大家介绍西藏境内藏人政治犯健康状况，以及中共当局加强对藏人的任意拘捕及非法判刑等的情况。
是的，在过去1年中，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多名在中国监狱服刑和出狱的藏人政治犯，由于在狱中遭到毒打及酷刑折磨，导致健康状况恶化。此外，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藏人进行任意拘捕和非法判刑。因长期维护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及和平表达观点，多次入狱，并且在2021年末被中国政府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西藏安多阿坝著名僧人作家果西绕嘉措，去年底传出在中共监狱服刑期间遭到殴打和一系列的酷刑虐待，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果西绕嘉措因上世纪80年代遭中共关押后，染上了慢性肺部疾病。2020年再次遭捕后，致使他无法及时就医，并且在狱中缺乏适当的食物和医疗必需品。再加上遭到狱警的殴打和一系列的酷刑虐待，导致他的病情开始加重。中国政府于2020年10月26号在成都秘密逮捕了正在就医的果西绕嘉措。2021年12月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刑。目前，果西绕嘉措被关押在拉萨的曲水监狱。同样曾在2010年被中共当局指控向流亡藏人社区提供捐款而遭判无期徒刑的西藏知名企业家多杰扎西，也在2021年8月份传出在拉萨扎旗监狱服刑期间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据流亡藏人媒体报道，多杰扎西在拉萨扎旗监狱服刑期间，长期遭受的折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疾病，身上常有淤青和伤痕。然而，中国政府拒绝他的家人和律师要求探视他的诉求。中国媒体从未报道过多杰扎西遭判刑的相关消息。另外，现年约30岁的西藏鲁霍县宗塔乡藏人冈布日杰尼玛于2012年1月被中共以破坏社会和煽动分裂民族为罪名拘捕，当局并判处他9年有期徒刑。据悉，他于去年2021年2月25号被当局提前1年释放。自2012年起，冈布日杰尼玛和其他遭判藏人因在狱中多次抗议当局而遭狱警的毒打和酷刑折磨。在中共监狱服刑9年期间，他所遭受的折磨使他精神失常，肺部和脊椎也受到严重的创伤。目前，冈布日杰尼玛健康状况非常严重。同样，因在2019年因拒绝参加中国政府的强制性政治再教育运动而遭捕的西藏纳曲地区达钱乡的现年约36岁的藏人男子诺桑，因在羁押期间遭受狱警的酷刑折磨而不幸离世。而这一消息在时隔2年后才传出境外。另外，据总部设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处5年有期徒刑的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维瑟，于去年1月28号刑满获释以来，首次在网上发声，并在个人微博上透露了他的现状。扎西维瑟在他的个人微博简介中写道：“言论自由是所有权利之母。”同时，还在个人微博中发布了他参拜寺院的照片，以及他对西藏当前教育问题的看法，并在一些帖子中列举了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扎西维瑟出生于西藏东部康区玉树，长期借助中国法律而为藏语教育发声，但因在《纽约时报》纪录片《一名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中对官方限制藏语文教学表达不满，而于2016年1月遭中共当局拘捕。同年5月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判5年有期徒刑。同年8月，中共青海省高院对此案进行了2审，但维持原判。去年1月28号刑满获释。
与此同时，西藏安多果洛马信县牧民扎西加在去年5月30日因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被拘留，6月12号被实施逮捕。当局指控他于5年前通过网络下载涉藏非法图片和视频，以及通过微信向朋友转发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以及在微信朋友圈内发布一张含有西藏国旗和司政洛桑桑格内容的图片和短视频。从去年4月份开始，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纳曲市比如县，数名藏人因接触和联络流亡藏人而被中共当局逮捕。去年7月，西藏安多阿坝合支寺45岁的僧人昆美于去年7月20号左右遭中共当局拘捕，遭捕原因不明，但外界猜测与藏人自焚事件有关。另外，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于去年7月6号发布的报告披露，中共当局捏造罪名起诉4名登州市藏人，分别被判处5至20年的刑期。为此，人权观察呼吁中共立即释放这些遭关押的藏人。据悉，当局指控他们为2015年在尼泊尔的大地震中受灾的藏人提供救济。另外，西藏僧人丹增达吉在2020年9月被中共当局任意逮捕，并关押在色达县1年多后，外界仍无法与他取得联系。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在去年8月22号派遣大批军警，开始在西藏东部石曲县温波镇的温波寺僧舍和附近民宅进行突袭搜查。相续逮捕了约60名僧俗藏人，包括19名僧人和约40名俗人。当局指控他们供奉和私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2021年1月19号，石曲县温波寺19岁的僧人丹增尼玛在中共监狱关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在多次送医治疗无效后不幸身亡。这一举措证实了关押在中共监狱的藏人政治犯遭受的酷刑和不人道的遭遇。另外，中国政府以泄露国家机密为名，于2018年拘捕了纳曲市比如县下曲镇扎日村时年50岁的顿杰，指控他向流亡藏人分享有关比如县藏人民众反对当局开采当地圣山矿产活动的相关讯息。顿杰是比如县的一名环保人士，遭捕后他被单独监禁，一直下落不明，直到近期外界才发现他被关押在比如县拘留所，但没有任何有关他被判刑的消息。由于顿杰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虐待，以及患有慢性疾病，导致身体健康状况极度恶化，截至消息发布前夕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接下来，请巴桑播报过去1年中中共当局加强对西藏宗教的镇压力度，以及在西藏康区拆毁佛像和寺院学校的情况。好的，在过去的2021年，中共当局加强了对藏传佛教的镇压力度。去年12月12日，中国统治下的甘孜州芦湖县当局以建筑高度违规为由，下令拆除了当地居民募资建造的一尊高达99英尺的佛像，并拆除和烧毁了该县周边的45个巨大的转经筒和大量的风马旗，形成了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局面。约有10几名藏人因被怀疑提供有关拆经的信息而被任意逮捕和拘留。今年1月，西藏昌都地区的3名藏人朝圣者从色达五明佛学院朝圣返回昌都，经过芦湖县时，被当地警方指控在他们手机上发现政治敏感信息而被捕。根据可靠消息来源证实，3名遭捕藏人分别为一名叫诺措的藏人妇女，以及名叫阿桑和多塔的2名藏人男子，他们都是昌都市查亚县人士。当局指控他们在手机上保存了近期当局强拆芦湖县30英尺高的尼勒佛像等的照片和视频，目前被关押在昌都市公安局。此外，在另一起被证实的事件中，芦湖县甘丹
燃灯南杰林寺的僧人扎西多杰在今年1月1日左右遭捕，他被当局指控向境外发送有关罗湖县的最新状况的信息。与此同时，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2021年9月中旬发布的消息，中共当局在西藏果洛达热县采取行动，严格禁止在任与退休藏人党员干部参与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中共当前并派人前往这些藏人党员干部的家中，检查他们是否持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此外，中共当局在纳曲地区成立新的数字监控部门，密切监控纳曲市藏人在网上的一切活动，特别针对党员干部、学者和重要人物。该单位将定期审查藏人的日常通讯，包括在社交网站和聊天群组中分享的内容。与此同时，有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认证的第11世班禅喇嘛，在1995年遭中共当局强行带领后，至今下落不明。对此，美国政府在去年公开呼吁中共提供他的行踪，使班禅喇嘛失踪问题及西藏人权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2021年4月25日，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纪念全球最年轻的政治犯、藏传佛教第2位最重要的人物耿敦确吉尼玛32岁生日。隶属美国国会国际宗教委员会也于去年4月23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11世班禅喇嘛。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的西藏之友通过讲述11世班禅喇嘛的故事和举行祈祷来庆祝耿敦确吉尼玛32岁生日。下面请卓玛谈谈在2021年举行的流亡藏人大选和各国政要对西藏人权状况的持续关注方面的消息。是的，在去年，数万名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期间，行使民主权利，参与2021年流亡藏人大选。2021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议员选举的预选于2021年1月3号在印度、尼泊尔等26个国家的流亡藏人社区同步举行。在82969名登记选民中，63702人参加预选投票，76.78%的投票率也达到了历史新高。2021年3月21号，选举事务署宣布，最终进入大选的2名候选人为边巴次仁与乌嘎仓格桑多杰。在4月11号举行的正式大选后，司政候选人边巴次仁以34324票战胜了获得了28907票的格桑多杰，成功当选新一任司政。当选司政边巴次仁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他致力于通过与中国政府接触，找到一个互利双赢以及非暴力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西藏的问题。与此同时，由司政边巴次仁提名并经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批准的第16届噶夏的3名噶伦，于去年11月10号上午正式宣誓就职。另外，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一代的藏人以自己的方式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做出贡献，从而加强世界各地对西藏问题的宣传，司政边巴次仁领导的第16届噶夏于去年11月成立了藏人志愿宣传小组。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噶夏于去年8月13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解散自1998年成立至今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另行成立策略规划小组。该小组随即于去年11月召开了第1次会议。2021年与过去60年一样，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各国政府、国际人权组织和联合国专家也相继对中国侵犯西藏、东突厥斯丹和南蒙古等其他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表达关切和进行谴责。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的代表特别关切中国任意拘留维权人士的行为，并呼吁让独立观察员、
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各国媒体自由进入西藏，了解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去年3月，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举办了一场题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听证会。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吉姆·麦戈文议员和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听证会上提到了中国在西藏境内持续压迫藏人民众的情况。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4月发布的2021年年度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甚至到现在还在继续对藏传佛教进行普遍的控制和镇压。联合国非自愿和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以及少数民族问题和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等相关人士，于去年9月份联署致函中国政府，对遭拘押和遭强迫失踪的西藏安多阿坝知名僧人作家果昔热嘉措和仁钦齿真的处境表达关切。另外，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对有关西藏境内正在进行的劳动项目的报告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外交官和媒体记者自由进入西藏，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接下来回顾各国政府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要闻。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家宣布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在北京冬奥会开幕的前一天出席了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的有关北京冬奥和人权问题的听证会。另外，2021年6月，捷克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政府抵制2022年冬奥会，突出关切中国政府对西藏、东突厥斯丹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人权侵犯。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下议院的议员们批准了一项决议，呼吁对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而印度、澳大利亚、立陶宛、科索沃、比利时、丹麦、爱沙尼亚和日本等国也相继宣布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此后，日本议会也在北京冬奥会前夕罕见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中国持续侵犯西藏和其他被中国占领地区的人权和宗教权利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和谴责。下面请巴桑继续回顾过去1年有关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对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回应。在中国去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表示，在领导人不能照顾他们所统治的人民的福利情况下，没有什么可值得庆祝的。中国政府控制藏人、不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在去年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一段视频中再次得到了见证。接下来，请卓玛介绍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新闻。在2021年12月2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宣布任命副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雅女士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国务卿布林肯强调，特别协调员将与西藏宗教和政治领导人、美国国会、国际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及民间社会代表进行密切合作。随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乌兹拉·泽雅女士表达祝贺，并希望她能够在改善西藏人民的状况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相续致函，表示他们期待着与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女士合作，为藏中冲突带来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另外，2021年末，在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的成功游说下，印度国会各党派西藏论坛顺利恢复。印度各党派的议员也相续在国会中提出西藏问题。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2021年有关西藏的10大要闻回顾，感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新年快乐！罗萨·杰斯蒂勒。
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藏历新年特别节目就为你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最后，祈愿在世界和平导师、学艺西藏的护主、圣尊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西藏境内外的藏人早日团聚一堂，共度藏历新年。